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會講太陰病女陰症篇嘅養血利水類第1至到第8條方。第一條係當歸芍藥散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當歸、川芎、茯苓、白術、澤瀉、芍藥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腹痛拘急、頭暈心悸、小便不利者。第二條係溫經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吳茱萸、當歸、川芎、芍藥、人參、桂枝、阿膠、牡丹皮、生薑、甘草、半夏、麥門冬。佢嘅辨證要點係裡虛寒兼血虛、血瘀者。第三條係膠艾湯，佢係膠艾4物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川芎、阿膠、甘草、艾葉、當歸、芍藥、地黃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諸失血症、屬虛症而見腹中痛者。第四條係當歸生薑羊肉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當歸、生薑同埋羊肉，佢嘅辨證要點係裡虛寒、血虛、腹痛、裏急者。第五條係赤小豆當歸散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赤小豆同埋當歸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諸瘡有癰膿護血者。第六條係芍藥甘草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芍藥同埋炙甘草，佢嘅辨證要點係四肢、胃腹等處攣急疼痛者。第七條係芍藥甘草加附子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芍藥、炙甘草、附子，佢嘅辨證要點係芍藥甘草湯症更見裡虛寒症者。第八條係酸棗仁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酸棗仁、甘草、知母、茯苓、川芎，佢嘅辨證要點係因血虛見心悸虛煩不得眠者。